等等，什么事？啊，我们在这种场合会晤，不拿一瓶酒上楼，不太合规矩吧？韦将军，这个时候怎么能喝酒呢？喝2杯酒，容易让他们放松警惕。服务生，先生，给我开一瓶酒。好的。第2排的第2瓶。哎。等等，还是第7瓶吧。好的。给您。就这瓶，帮我打开。好的。有人掏钱请客，不喝白不喝，我们跟他喝上几杯，再套套感情，说不定这个地方我们以后会常来。先生，您的酒。谢谢。走。你好。迟到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美酒当前，迈不动脚步也很正常。虽然迟到了几分钟，但我们还是如约来了。人呢？田先生，在见到人之前，您起码要告诉我，您所了解的同计划到底是什么吧？在我没有见到余秋霞之前，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余秋霞现在就在这个夜总会。既然我们都坐下来了，那就应该彼此都拿出一些诚。假的，没事，你还是按照计划登台唱歌，我先把它藏起来，老实点走。
酒喝多了对咱们俩谁都不好。酒量我还有一些，喝酒不会耽误我们谈正事。什么？不是羽秋霞？知道了。不是羽秋霞，来的日本人假不了吧？告诉弟兄们动手，把人给我留下。是。走。好歌啊！这么好的歌声，还是得配上美酒啊！你说呢，田先生？太闹了。
抓着，还赔了个田成业。小鬼子真是诡计多端。头来了。啊！怎么嘉奖你们呢？一群废物，滚！安娜，夜总会就是个圈套，日本人根本就没有把余秋霞带过来。天亮及时告诉我了这个情报之后，日本人和军统就发生了枪战。后来田成业被日本人给强行带走了，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没事就好。东西交到他手里了吗？应该拿到了。双方都设了局，让对方往里跳，但相较之下，还是日本人占了便宜。现在最棘手的是余秋霞和田成业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。日本人拿余秋霞做田成业的文章，是迟早的事情。当时的情况，但凡再明朗一点，我都可以把老田给带回来。你已经很出色的完成任务了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，一旦田成业吐出自己中共的真实身份，那整个事件将会发生彻底的反转，对于天亮以及情报工作，都将产生不堪的后果。我无法想象和体会天亮在那种环境下所承受的那份压力，但是我可以感受到，他的内心一直在告诫自己，他是个中国人。天亮能在日本人的腹地潜伏多年，自有他的生存之道。安娜，天亮很清楚，他没有第二次机会。如果他倒下，输掉的不只是他一个人。天亮所背负的尾井幸太郎的身份，正是他手中最有力的武器。他在守护着自己，守护着你我，守护着这个国家。如果我们是光，那天亮就是那道光下的影子。只有光越强，影子才会显得更加有力。安娜，你必须要让天亮看到你的坚定与坚强，这是我们所能给予他的唯一信息。一直以电报的方式进行联系，今天终于见到您的真容了。您就是那位痴情的田成业先生吗？是我。您和于女士现在就可以走了。以香港为出发地，我可以送你们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。只要你说出是如何知道同计划是怎么从我手里窃取到的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前提是，我必须得见到我的妻子。见到我妻子之后，我才能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
出侠士同志，坚壁石彼此，见机行事。哪儿来的？朋友送的。钱要是不花，就不叫钱了。在某些人眼里，这不是钱。同志，请你转告组织，不要再营救我和田成业了。我和老田的生命注定要在这里结束的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够让你深深地扎在敌人的心尖上。你和田成业现在要利用这个机会，把脏水往藤原忠子身上泼。更重要的是，要让田成业亲口告诉金井武夫，只要老田在金井武夫那里还有利用价值，我一定会有办法的。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，同志，真舍不得你们呀。我跟金井大佐不一样，我没有他那么优雅，但是，我也不是一个爱轻易激动的人。我从来都不希望自己出现在任何人的噩梦当中。还是那个问题，是谁把通缉话告诉你的？告诉我，军统在司令部里的渗透规模。说出那个内奸的名字，你们两个人都不用说过。你放了他，放了我妻子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我说过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丈夫。她说她没有丈夫。
我喜欢欣赏人在恐惧和绝望时候的表情。动手！不，你们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放开他！慢，他还不能死。嘿，这些天让刚七君受了不少委屈，我对你的一些考验，希望你不要有太多的想法。刚七明白大佐的用意，但是清白是要靠事实来说话的。我愿意随时随地接受您的测试。我可以说是你们情报工作上的父亲，但是我不敢保证对你们每个人都彻底了解。但是在我眼里，刚七君绝对不是那个内奸。感谢大佐的信任。我还是刚才的意思，让最后的结果来证明一切吧。田成业快要撑不住了，事实真相也将浮出水面。你们之中的那个人，此时此刻一定倍感压力。这个时候做出任何事情来都是有可能的。人在危难之际，本能的都会先保护自己。大佐的意思，看着自己，更要看好别人。明白。人是动物，又不是动物。本能上的情感无法被理智所完全操控。田成业先生爱这么做，天理能容。余秋霞女士太不近人情了，该抛弃掉政治与斗争的立场。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几个男人能够做到如此呢？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有一个请求。什么请求？我有一些话想跟田成业单独说。见面之后，我就让他招供。这个请求田成业，秋霞，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。你的名字是田成业，
你的声音、容貌都是田成业，可你的心和灵魂早就不是了。你已经背叛了我对你的信任和情感。我爱的那个田成业已经不存在了。秋霞，他已经死了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我就剩下你了，秋霞。你要为了这场战争坚持下去，你还有你的信仰，而我恰恰是那个最不重要的。秋霞，当我决定走出这一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已经没有退路了。秋霞，就是我死，也要把你给救出去。从被捕的那天起，我何尝不是日日夜夜的在想着你？可是日寇不出，我们这样的日子就会一直延续下去。秋霞，放弃吧，没有人知道咱们在这做出的牺牲。现在咱们应该做的是，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彼此，对得起咱们这份感情。我们万众一心，冒着敌人的炮火，前进，前进，前进，进。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坚持执行党的纪律，不怕困难，不怕牺牲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。不叛党。老天，其实死并不可怕，是你指引我走上这条革命道路。可是你现在却要在我面前当逃兵，也是你跟我说，我们都是共产党人，我们要以我们的牺牲来换取革命火种的延续。我不怕死。我记得我们刚结婚那会儿，我答应过你，给你生一个大胖儿子，名字还是你给起的，叫田野。多好听的名字！木村，赶紧把门打开！记住我说的话。开门。起来。记住。走吧。
对于您妻子的事情，我深表遗憾。无论从何而论，她都是一位女中豪杰，让在下叹服。坚持了这么久，现在才发现，余秋霞所坚持的，没有人能够理解。没有人知道她在这儿所付出的是什么，牺牲的是什么。好，你能明白就好，这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。我可以什么都告诉你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要带着我妻子的骨灰，活着离开这儿。只要你肯开口，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。军统，在你身边安插的这个人叫藤原，藤原忠嗣大尉，这只是他的日本名字，他真正的中国名字叫田野。你们派遣军司令部里有一个清洁工叫老梁，这是组织上为他安排的联络员。田野模仿别人的笔迹来掩护自己的身份，再通过联络员老梁把情报传递出去。那你知道的同计划的内容有多少呢？内容？我怎么可能知道同计划的内容？同计划的出现，只是让我有了更大的筹码。我编了个谎，就是想引起大佐您对我切切实实的重视。同计划是个什么东西，我真不知道。好。大佐，藤原君，他和你有话说。笑什么？你对我笑什么？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在你和秋霞之间，我必须做出选择。现在秋霞走了，我原本以为我可以继承她的无畏和高尚，但是现在我才明白，我只能是个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窝囊废。秋霞走了，而我必须得活下去。你说的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藤原忠嗣，你还要顶着这个恶心的日本名字要多久？难道你真的忘了自己的中国名字？
田野。俺どこから中国語の名前やろか？大佐，您知道的，我从来没有中国名字。田野同志，秋霞已经死了，老梁也已经死了，没有人能救得了你。你现在应该想一想，在金井大佐面前，你应该做点什么，好保住你这条命。大佐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，我不认识他。你到底是谁？谁？来，我告诉你。现在就算是你插了翅膀也飞不出去了，还不如到下面去陪陪秋霞同志。胡说！田野同志，诬陷，一定是诬陷，诬陷！我不是军统，大佐。这是同计划的详细内容。现在是占据江池阶段，金京府想抢夺更多的战略资源，对日本军部进行战地补给。而且更加巧合的是，我们的目标就是强华兴业驻香港分公司。强华兴业。
那有关同计划的事情，我要进一步向老王汇报之后，才能告诉你下一步的行动方案。